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門將技巧101第二回單刀嘅下半集啊。咁上半集就講到單刀嘅定義啦，5種單刀應對技巧啦，同埋門將分析師啊 John Harrison 經過分析完上季英超超過600球單刀之後咧，佢得出嚟嘅結果去推算每種單刀情況嘅最佳應對方式啦。既然阿 John 啲數據係由英超嚟㗎啦，咁究竟英超嘅門將個別撲救率又係點嘅呢？咁之前咧，我哋就喺 Facebook 同埋 IG 嗰度咧做咗個投票啊，就係想問下大家覺得利物浦嘅門將艾利臣佢嘅單刀應對究竟係頂級啊，定只係中規中矩啦？咁到最後嘅結果咧，就係 Facebook 咧有70%人，同埋 IG 有60%人咧都覺得艾利臣喺單刀應對方面咧都算係頂級噶啦。而我個人咧對呢個結果咧都絕對唔意外嘅，因為我喺未認真睇數據同埋佢以往嘅撲救之前咧，我都覺得艾利臣不嬲都係出晒名單刀係勁噶啦。但原來認真一睇咧，佢喺上季嘅表現嚟講，只係僅僅好過英超嘅平均數嘅啫。咁喺講艾利臣嘅數據之前咧，我哋先講一講咧上季英超19-20球季嘅單刀撲救率。咁佢嘅平均值咧係55%，14碼以外嘅咧就係58%，14碼以內嘅咧就係54%，而選用最佳技巧嘅 percentage 咧就有45%嘅。咁好啦，咁艾利臣嘅數據又係點呢？艾利臣上季嘅單刀撲救率咧係57.14%，只係僅僅高過平均數嘅啫。而佢14碼以外嘅單刀撲救率咧只有46%，係低過平均數嘅。而14碼以內嘅咧就反而有70%，而當中佢使用最佳技巧嘅頻率咧只有低得可憐嘅19.05%。咁究竟點解艾利臣對於14碼以外嘅單刀撲救率係咁低嘅呢？咁睇翻佢以往嘅表現片段咧，其實就發現到艾利臣咧主要有2個問題嘅。第一個咧就係佢比較輕出啊，佢喺成日未到14碼以內咧已經衝定出嚟先，咁係大大減低咗自己嘅反應時間啦。而且佢喺應付正面嘅單刀咧，係極少使用一個完整嘅 spread save 嘅。咩叫完整嘅 spread save 咧？就係因為佢嘅動作經常只係上半身 spread， 即係兩隻手攤開而向前撥啦。但係下半身咧，竟然係做出一個 smother 嘅預備動作嘅喎。咁我哋都準備咗呢幾條嘅片段咧，去解釋一下艾利臣嘅缺點啦。咁首先就係上季曼城對利物浦嘅賽事啦，咁霍頓咧就得到呢球單刀嘅機會啊，咁艾利臣見到呢個咁嘅形勢咧，竟然咁快就決定衝出嚟封咗佢嘅射門啦。但係其實之前已經講過㗎啦 ，engage and react 呢一招咧，基本上嘅成功率係極低嘅，而且只會大大減低自己嘅反應時間嘅啫。所以咧，霍頓喺呢個位置見到艾利臣咁樣衝出嚟咧，其實咧佢都並無其他選擇地咧係即刻射門嘅。最後大家睇得到個波咧，其實只不過就喺艾利臣個頭隔離嘅啫，但係佢都反應唔切，就係因為佢衝咗出嚟，令到自己根本就冇時間去作出反應。最後咧就係咁樣就失咗呢一球波。之後咧就係羅馬對利物浦嘅一個歐聯賽事啊，當時艾利臣咧都仲未去利物浦嘅，都仍然代表緊羅馬嘅。咁呢一球咧就係沙拿有一個單刀機會啦，對住艾利臣。其實當時沙拿咧仍然推到去禁區頂嘅啫，但係艾利臣咧已經急不及待即刻衝到出嚟，去到又係禁區頂嘅位置做鋒位啦。但係頭先都講過啦，沙拿喺呢個位置，其實艾利臣衝出嚟做 engage and react 呢一招咧係冇用嘅，因為你身後仲有大把位置啦，然後佢亦都唔識停啦，最後仲中埋第二個點就係佢上半身 spread。但佢下半身咧就做出一個 smother 嘅動作，即係兩隻腳都屈曲同埋放遠地貼地，令到個上半身盡量貼地啦。咁最後沙拿咧就用一個 chip 射咧就 chip 過咗艾利臣，但係其實可以睇得出咧呢個 chip 射咧亦都只係僅僅喺艾利臣嘅身旁過嘅啫。如果艾利臣嘅下半身唔係用咗 smother 呢一招，可能用一個 spread save 啦，又或者用 block save 嘅腳法嘅話咧，其實佢個身體係會擴張得更大，而係有機會救到呢一球嘅。不過講到尾，呢一球單刀嘅距離根本艾利臣係唔需要出迎嘅，佢可以做一個 wait and react 嘅動作，留翻喺底線。如果沙拿真係決定再推入嚟啦，咁佢咪先再出迎咯。又或者其實呢一球羅馬嘅後衛其實已經有機會翻到嚟包到㗎啦，所以其實艾利臣呢球咧係有機會唔需要失嘅。頭先都講過啦，如果下半身擺得唔好咧，其實連腳邊波咧都未必救到嘅。而呢一球咧就正正示範咗點解腳嘅擺位咁重要啦。
咁呢一場咧就係今季嘅英超賽事啦，曼城對住利物浦啊。當時咧耶穌仔啊哲西斯咧就用一個好靚嘅轉身咧過咗阿諾啦。咁之後咧佢就憑一下篤射咧就射穿咗艾利臣嘅十指關嘅。首先我哋睇翻慢鏡咧睇得到咧艾利臣咧其實係有時間咧可以再出多一兩步嘅，但係佢選擇咧出咗兩步之後咧就停低。去做出呢個 engage and react 嘅呢一個動作啦，咁之前已經講過啦 ，engage and react 嘅成功率係真係偏低嘅。然後再加上咧，從另一個角度睇咧，艾利臣唔單止冇做出一個 spread save 啦，佢仲更加咧由原本一個 shoulder width 膊頭闊度嘅 set position 咧，做出一個小跳步，跳成為一個更加闊嘅 set position。呢一個動作咧，令到佢兩隻腳咧完全貼晒地下。變相咧，其實佢已經好難再遞隻腳出去㗎啦，所以耶穌仔射一球，佢右腳嘅腳邊波咧，艾利臣咧基本上咧係完全冇反應，根本就唔會擋得出呢球波嘅。如果艾利臣可以擺脫埋以上呢兩個缺點咧，咁我相信佢真係可以做到一位神級嘅門將啦。咁講完艾利臣啦，又點少得佢嘅同鄉艾達臣呢？呢位上季英超金手套嘅得主表現又係如何呢？咁佢上季嘅英超單刀撲救率咧就有64.52%， 14碼以外嘅咧就同艾利臣一樣咧係比較唔得嘅，都係得43% 嘅啫。而14碼以內咧就有成77%，而佢嘅最佳技巧使用率咧都係相對偏低嘅，只有35.48% 嘅啫。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得出咧，其實艾達臣同艾利臣呢一個巴西孖寶一樣咧，喺14碼以外嘅單刀撲救率咧都係偏低嘅。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哋一樣咧都有輕出嘅問題。咁可能同戰術有關啦，佢哋又要做埋清道夫。但係相比起艾利臣咧，艾達臣咧就比較多情況咧就識得揀翻啱嘅技巧去做應對嘅。其中艾達臣輕出嘅問題咧，其實由上季復賽之後咧都係一路冇解決過嘅。其中一場代表作咧就係上季歐聯對里昂嘅賽事啦。咁當時由於曼城嘅 high line 打法咧，令到艾達臣咧需要企得好前做埋清道夫嘅角色，但係往往佢都喺對手反擊嘅時候咧都唔會墮翻去後邊小禁區附近嘅位置去爭取反應時間同埋保護身後嘅空位嘅。而佢偏偏就會一路企翻喺原本嘅位置，或者求其向後行幾步就算。喺呢條片入邊咧，以艾達臣嘅企位，其實單比利呢一下要笠過艾達臣咧，根本一啲都唔難。雖然佢最後只係射一個正中間嘅波，但係由於艾達臣嘅企位咧，令到自己根本就唔夠時間俾反應，所以就算最後佢隻腳擋到下個波，都擋得唔夠清脆，照樣俾丹比利射穿自己嘅大細，最後咁樣輸波，令到曼城出局。咁啱啱講完兩位應對14碼以內比起以外強嘅門將之後咧，就想講下另外調翻轉喺應付14碼以外嘅單刀比較強，而14碼以內嘅單刀比較弱嘅兩位門將啦。首先第一位就係水晶宮嘅古亞達啦，佢喺1920嘅英超單刀撲救率咧係51.61%，而14碼以外嘅咧係足足有成69%，相反14碼以內嘅咧就得33% 嘅啫。而佢嘅最佳技巧使用率咧係45.16%。咁古亞達咧就同呢個巴西孖寶係相反嘅，因為古亞達對自己嘅反應有信心啦，所以咧對於一啲14碼以外嘅單刀咧，佢多數都會肯留近底線，增加反應時間做撲救，就好少輕出嘅。但係相反，佢喺14碼以內嘅單刀咧，同樣太依賴自己嘅反應，經常使用呢個 engage and react 嘅技巧，比較少使用呢個 block save 啦或者 spread save 嘅，最後變成佢嘅企位唔上唔落就任人魚肉啦。咁呢場咧就係今季英超嘅水晶宮對住紐卡素嘅比賽啦。咁當時卡林威爾遜咧就有一個單刀機會啊，咁佢其實已經推到去14碼以內嘅啦。咁古亞達咧就明明大把機會同埋時間咧出營做呢個 spread save 或者 block save 嘅，但佢偏偏咧就選擇做 engage and react 嘅技巧，企喺度就搏自己嘅反應夠快可以救到啦。點知卡林威爾遜咧就射正你正中間，而古亞達咧根本都反應唔切。最後仲俾人通埋坑渠，卡林威爾遜心諗多謝晒。而另一位一樣都係應對離門14碼以外嘅單刀就強，而近門就唔掂嘅咧，就係曼聯嘅迪基亞啦。佢上季嘅單刀撲救率咧只有45% 嘅啫，佢14碼以外嘅撲救率咧都有成60%噶，但係14碼以內嘅咧，哇得3%嘅啫。而佢嘅最佳使用率咧其實係幾高嘅喎，都有成6成半嘅喎。
咁佢喺面對住遠距離嘅單刀係相對比較擅長啦，同古華達一樣咧，因為佢真係甚少出營嘅，加上佢反應真係夠快，所以對於14碼以外嘅單刀撲救率咧，確係唔錯嘅。相比之下咧，就面對14碼以內嘅單刀比較弱啦。但係其實佢明明有成60%半嘅次數係揀啱技巧嘅喎，點解佢嘅撲救率都仍然係咁差嘅咧？就係因為佢即使揀啱呢個技巧啊，但係成日都做得唔夠好嘅。例如佢做 block save 或者 spread save 嘅時候咧，一係就唔夠近個波啦，一係咧隻腳又唔夠貼地，俾地波收死啦，再唔係咧就上半身打側，冇正面對住個波，然後隻手又冇攤到盡，佢根本就封唔晒射門角度，最後都係俾人射入嘅。咁呢條片咧就係今季英超曼聯對熱刺嘅比賽嚟嘅。當時哈利簡尼咧就快開罰球俾孫興慜啦，孫興慜單刀對住迪基亞，而迪基亞見到哈利簡尼快開罰球咧，其實佢已經即刻墮後企近底線，去守翻住自己後邊嘅空位，同埋增加孫興慜遠射得手嘅難度啦。但係當孫興慜去到禁區頂再大步一推嘅時候咧，迪基亞本身已經遲咗半拍先出營啦，然後佢選擇做 block save 咧，本身都係一個正確嘅決定啦。因為孫興慜已經推到入去14碼內啦，而且佢嘅角度係偏側嘅，但係因為迪基亞本身慢咗半拍先出營，令到佢同個波唔夠貼啦，而佢嘅左邊膝頭咧亦都掂地，令到身體相對地難做反應嘅。再加上迪基亞打側咗成個身體，冇用到身體最大嘅範圍去封窄射門角度，最後就令到孫興慜可以輕鬆咁出過嚟射入啦。不過呢球咧都唔算係最差，因為之後呢一球咧仲離譜，又係孫興慜單刀對住迪基亞，今次個角度更加窄啦，而迪基亞出營做 block save 咧都係正確嘅決定嘅。點知孫興慜射門嘅一下咧，迪基亞隻右腳咧就無啦啦伸咗出嚟，令到左右腳嘅距離太闊啦，最後就俾孫興慜通佢坑渠，又失一球啦。而另一方面，其實呢一球迪基亞嘅上半身又再次打側啦，冇用盡佢身體去封窄射門角度。如果孫興慜又好似之前個球咁 chip 射一個迪基亞身邊嘅波咧，相信迪基亞都一樣救唔到嘅咋。另一個比較特別嘅門將咧就係李斯特城嘅卡斯柏舒米高啊。咁先講佢上季嘅單刀撲救率咧就有 58.33% 啦，14碼以外嘅咧就有 50%，14碼以內嘅咧就有 66.67%， 而最佳技巧使用率咧就有 50% 嘅。就咁睇落就冇乜特別啦，只係14碼以外嘅比平均數低少少咁樣嘅啫，其餘數值上都唔錯嘅，特別係14碼以內嘅單刀啦。但其實當中咧，佢只係應對正面嘅單刀咧比較強嘅啫，喺側邊咧佢係比較弱嘅。當中嘅原因咧就係佢過分依賴佢爸爸最耍家嘅 spread save。上一季佢總共面對8球正面嘅單刀，佢全部都係使用 spread save 技巧，當中足足救咗成7球嘅。不過偏左或者偏右嘅單刀咧，佢上季總共面對16球，當中佢曾經使用7次 spread save， 不過只係成功救到3次嘅啫。而最後呢16球咧，佢係總共只係成功撲救8次，即係一半嘅。始終 spread save 呢一招咧喺應對偏左或者偏右嘅單刀咧，相對地冇 block save 咁好啊。因為角度偏窄嘅情況下咧，射手好多時候咧都會考慮射中間去通龍門嘅坑渠啦。而 spread save 如果落唔切地，兩隻腳嘅中間就會留一個好大嘅空位俾對方射入啦。當中嘅例子咧就係嚟自於上季英超班尼茅夫對住李斯特城嘅比賽。咁當時富治斯咧就喺後場交失咗啦，直接交咗俾呢個班尼茅夫嘅蘇蘭基。咁蘇蘭基推過咗賴恩賓尼特之後咧，就單刀面對住卡斯柏舒米高啦。蘇蘭基咧其實就只係射一個相對正宗嘅地波嘅啫，但係舒米高咧就再次使用 spread save， 就好似之前所講啦。由於佢嘅距離已經太近，兩隻腳根本就落唔切地去封翻中間嘅空位啦，所以最後咧就俾蘇蘭基成功通佢坑渠嘅，令到舒米高咧失到呢一場嘅第4球啦。講咗咁多位門將之後，終於講到上季英超單刀最強同最弱嘅門將啦。咁我先講最弱嗰位先啦。不過我相信咧都應該呼之欲出噶啦。咁就係車路士嘅基帕阿里沙巴黎加。佢喺上季嘅英超咧單刀撲救率咧只有得 31.25%， 14碼以外咧 38% 啦，14碼以內嘅咧 25%， 最佳技巧使用率咧只係得 31.25% 嘅啫。咁究竟佢問題係咩呢？就係佢遠距離又輕出，近距離又唔敢出營，或者個技巧又做得唔好。總之就係將頭先講過所有門將嘅問題加起上嚟呢，就等於係阿里沙巴黎加嘅弱點啦。佢咁樣想唔包尾都難啦。咁例子就包括呢一球對住阿仙奴嘅馬天尼尼啊，
咁馬天尼尼咧一路長驅直進啦，直到畫面見到阿里莎巴拿加嘅一刻咧，去到馬天尼尼起腳前嘅一下咧，阿里莎巴拿加咧都仲係企定定嘅，使用最低效率嘅 engage and react 啦，又唔到後填翻後邊嘅空間去增加自己嘅反應時間，又唔敢出迎風位喎。咁我諗佢最後都知自己瀨嘢㗎啦，憑反應係死硬嘅，咁我唯有揀捉路啦。但係好明顯連捉路都錯埋，咁所以咧馬天尼尼咧就可以輕鬆射入嘅。咁之後咧就仲有呢一場對住愛華頓嘅比賽啦。當時蘇馬咧一路都論論盡盡解唔到圍，最後俾咗個波卡法路雲啦。咁阿里莎巴拿加咧又再次使用呢個 engage and react 嘅，咁佢明知出唔到咧都照出，咁搞到一半要停低啦。最後卡法路雲咧只係射一個佢右腳邊嘅波咧，咁阿里莎巴拿加咧都俾唔切反應㗎啦，咁咪又失一球咯。咁講完最差啦，就終於到上季英超單刀應對表現最好嗰位門將啦。不過呢位門將咧，我相信都冇乜人會估到佢竟然係最好嗰位㗎啦，因為呢一位咧就係白禮頓嘅馬菲賴恩啊。佢上季嘅英超單刀撲救率咧足足有成70%嘅，無論14碼內定係外咧都係有70%嘅撲救率嘅。而佢嘅最佳技巧使用率咧都有成67.5% 嘅。佢喺14碼以內咧，佢經常可以成功做到一個 block save 同埋 spread save 啦，而且每次咧都非常穩陣，而且動作標準嘅。而佢上季咧足足使用咗21次 block save， 當中救出16次，成功率有成76% 嘅。而14碼以外嘅情況咧，佢亦都比較少輕出嘅情況啦，肯用呢個 wait and react 耐心等呢個前鋒推入14碼以內咧，先真係出營。當中佢面對17次14碼以外嘅單刀咧，佢足足救出咗12次，成功率有成70%嘅。而佢嘅缺點咧就係間唔中佢都會用呢個 engage and react 啦，出到一半咧就想用反應去撲嘅。佢上季總共用過4次，而4次都係撲救失敗嘅。不過相比其他門將嚟講咧，佢使用 engage and react 嘅密度咧已經算係非常非常之少㗎啦。第一個例子咧，其實喺上半集咧已經講解過一次㗎啦。就係馬菲賴恩對住遠距離嘅單刀咧，都好有耐性咁咧，係先回後企喺底線之前啦，就使用呢個 wait and react 嘅技巧去保護翻身後嘅空位，同埋增加自己嘅反應時間啦。當愛華頓嘅卡法路雲推到去禁區頂決定射門嘅時候咧，馬菲賴恩就可以靠呢個距離去做反應撲出呢個射門。詳細咧可以睇翻門將技巧101第2回嘅上半集有關 wait and react 嘅部分嘅。而第二條片咧就係馬菲賴恩對住近距離嘅單刀都一樣能夠果斷出營嘅示範。呢一球咧就係上季李斯特城對住白禮頓嘅比賽啦。當時華迪接應捷維爾嘅傳中，然後佢右腳一控咧就揈過咗呢個維士達啦。之後馬菲賴恩見到附近完全冇人俾到壓力華迪咧，佢就即刻果斷出營，使用 engage and spread save 嘅技巧啦，最後成功用左邊嘅大髀咧去救出華迪嘅射門嘅。講完咁多位英超門將嘅表現，包括應付單刀表現最佳同最差嘅門將啦，咁不如嚟個總結啦。雖然經過咗數據分析之後咧，每個情況都有一個所謂嘅最佳技巧啦。不過單刀咧本身事實都係難救㗎啦，有時做咗最佳嘅決定咧都唔一定救到嘅。但係相反，有時做錯決定咧都唔一定救唔到嘅。無論如何咧，最起碼守門員咧一定要做好準備。即使你失晒位咧，都唔好咁容易放棄。試下用自己其他嘅長處，例如你嘅步伐啊、出營嘅速度啊，或者膽識咧去補救翻。盡你嘅能力去提高對方射破你嘅難度啦。不過有一個不爭嘅事實，喺唔同例子加上數據支持咧，其實已經證明咗5人足球嘅撲救技巧咧，喺應付單刀嘅情況，事實上咧比起老一派嘅技巧咧更加高效嘅。做門將咧都要與時並進嘅，某啲教練咧真係唔好再成日想當年啊，家陣射12碼都同20年前啲例都唔同晒啦，係咪先？睇到嚟呢度嘅朋友咧，多謝你哋嘅支持啊！無論你有冇踢開波或者有冇做開守門員都好啦，希望呢2條關於單刀嘅片咧都可以幫到你對門將應付單刀當中包含嘅技巧同埋決定咧有更加深嘅了解。如果你有咩問題或者意見嘅話，歡迎你留言話俾我知啊！希望你哋中意呢條片，可以俾個 like 我哋啦，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